第一學生入到嚟澳大咧，其實都有好多地方要適應嘅，係嘛？無論佢嗰個學習嗰個語言環境啊，學習嗰種嘅模式啊咁樣，咁我估咧開頭都係多少時間咧，俾自己係盡量去適應咗呢個新嗰個環境、新嗰個學習嗰個種嘅模式啦咁樣。咁但係咧，即係當自己個狀態都係比較可以穩定啲嘅時候，就真係應該要努力啲去規劃自己嘅人生，係嘛？點樣好好咧就運用喺大學呢4年嘅時間，爭取多啲咧係接觸呢個世界，接觸呢個社會，亦都係探索認識多啲自己一個地方咯。咁同學仔入到嚟大學啦，咁雖然大學同中學好唔同，咁但係你就要積極主動少少啦。呢度有好多資源俾你用，咁就好似社團咁，你可以第一嘅時候揾多啲，入多啲都唔緊要，最緊要揾到個最適合你自己嘅地方，可以幫助你自身成長嘅。咁就唔好限死自己啦，多啲體驗同埋接觸外界嘅事物，好享受呢4年啦。即係可能大家覺得啊好攰嘅，大二嘅真係慢慢就借落去，我呢樣真係唔好咯，即係可以做條鹹魚，不過適當嘅仲要翻生嗰種感覺咯。我覺得書可以俾到呢個平台，因為本身書有一個俾咗一個好好嘅一個居住嘅環境啦。喺個咁嘅居住環境入邊，提供咗好多唔同嘅活動，從而好多人參加，所以促進到人與人嘅之間交流。所以喺呢個交流過程當中，會識到好多人咯。即係開始揀嘅時候會話即係諗，譬如話第時會想做啲乜嘢啊，即係學都係以興趣行先。即使我自己讀完呢一科出嚟啦，我可能未必做翻生物醫藥即係呢個方面啦。但係其實喺4年入邊學到嘅嘢，我覺得喺生活上面或者係將來其他專業上面都可以應用到咯。咁因為我自己參加嘅學同我自己，即係有啲學弟都會話啊，同你個專業都唔啱嘅，即係你又參加啲社團活動啊，學生會啊、籃球隊啊咁。但係呢啲係我自己嘅興趣咯，即係我覺得可能話除咗學習即係大學生人學習之餘，其實同其他人嘅相處啊，或者可能參與呢啲社團活動，其實學到嘅會更加多咯。同學其實我自己會覺得佢參加咗即係一系列嘅活動之後啦，咁佢對於自己係會更加了解啦，明白到自己嘅興趣啦，同埋自己有啲咩方面係需要加強，咁對於佢實踐將來嘅目標係會有幫助。